中度风台杜苏芮拜三时上届接近台湾，台湾已经有几多年无风台来到位，着上惊的民众是无要无紧。提醒民众讲，这风台要来进前，着爱参里长联络，这沙包着爱家贴无好，这个电火布也爱家搭好势搭伫窗啊。这寡风台准备做了好势，咱就唔免烦恼啊。 中度风台杜苏芮就要来啊！中度风台的风上悬会使到15级，15级的风到底有偌大？记者带你来试看卖。风咻咻叫，加上雨水，人又要徛袂牢。即摆的风台杜苏芮，强度瓦强烈风台，民众预防风台准备袂使放零。我有点措手不及这样子，然后迄雨啊拢灌来我的迄雨衫内底啊。 然后感觉真恐怖。以前来看有人看无啥好，骑乌托摆要去买食的，结果一阵风，一阵大风吹来就跋倒啊，都受伤啊。台湾已经几多年无风台啊，就惊民众对风台较无要义。各地消防局拢有做防灾手册。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表示，因也参里长、区公所联络，爱民众保持警戒，做好防范措施。亲像紧急避难包也爱定期检查。较保暖的衫，也是巾啊，吼，啊，佫有一寡生活用品，比如讲手电啊，啊，佫收音机，吼啊，即寡物件，啊，较会去袂记，就是咱的水吼，其实咱这食物是有保存期限的，吼，常常要用的时阵，哇，已经过期啊，嘛袂使食，吼，所以这定期吼，半年一年拢去检查一届。防灾馆也提醒，为着防范大风，窗仔门就爱搭电火布，若较旧的建筑，窗仔门无遐捌，就要加木板来固定。 民众若有需求，也会当参地区的区公所联络，领沙袋啊贴伫到饮水的所在，防范灾情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